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6。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黃洋達、黃毓民。早晨，大香港早晨，呢個係 My Radio 同埋《要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啊！咦，褪過去日落嗰邊，我已經咁就好過啊！我已經喺外面喺核心嘅外面，咁樣咁都冇辦法，已經睇咗出台外面嘅，咁啊冇辦法啦咁樣，咁係因為畫面嘅問題啊，睇畫面嘅人唔知啊嘛咁樣。咁就今日咧就係啦，呢個係 My Radio 同埋《要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啦。今朝咧就會有日朗啦、柏陽啦、阿康啦、阿基啦，同埋我黃洋達嘅咁樣。咁講咩咧？咁樣第一樣嘢咧就梗係講港獨先啦。咁日前咧就呢一個咁樣嘅香港民族黨咧就成立啦。咁樣咧就係其實香港民族黨成立咧，其實只係一個形式上面嘅成立，咁其實咧就係有一個咁樣嘅所謂嘅組織啦，但係呢個組織咧其實就係現時如果以法例嘅角度嚟到講咧，其實只不過係一班人係即係有一個共同嘅理念咁樣，因為佢哋註冊唔到公司啦，亦都註冊唔到社團啦咁樣，咁係亦都好明顯啦，就係因為香港民族黨啦，同埋嗰個所謂同埋嗰個港獨嘅綱領啦咁樣，咁佢日前就開記者招待會咧，咁就係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佢哋有個 office 啦，咁跟住然之後就講自己係主張呢個咁樣嘅港獨嘅理念啦咁樣。好啦，咁其實就係之前佢哋就係一班常識港台嘅後生仔啦，咁跟住亦都有喺 My Radio 度開咪啦，咁叫做而家開始實質上有一個嘅政治嘅組織，咁嚟緊其實亦都會積極考慮喺呢一個咁樣嘅9月立法會選舉嗰度咧，亦都會派人參選嘅咁樣，咁係一個以港獨為其次嘅一個政治組織啦，咁樣，咁係而且係會以參選為目標嘅咁樣。咁呢個出咗嚟之後咧，咁就當然會有一啲迴響同埋反應啦。咁除咗一啲咁嘅黨報啊，對於嗰啲港獨嘅意料之內嗰啲反應咧，咁琴日咧港澳辦亦都出咗一個聲明啦。咁就係嗰個港澳辦嘅講法係咩？嗱，咁新華社咧就報道呢個港澳辦嘅發言人嘅講法啦，就住咧香港有人咧公開宣稱成立以港獨為宗旨嘅組織嘅一個講法嚟嘅。咁咧發言人就話咧，佢哋咧係堅決反對任何港獨嘅言行。咁香港特別行政區咧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嘅部分。咁按照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咁佢哋咧就認為香港極少數嘅人去成立港獨組織咧係危害咗國家嘅主權安全，危害咗咧香港嘅繁榮穩定，同埋危害咗香港嘅根本利益。咁係包括咧700萬嘅香港市民在內嘅全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嘅。咁亦都咧，佢哋亦都係話咧呢一個嘅港獨組織咧已經係嚴重違反咗國家嘅憲法啦、香港基本法啦同埋現行嘅法律。咁佢哋相信咧香港特區政府咧係會依法處理嘅。咁佢哋咧都注意到香港政府咧已經係依法拒絕咗嗰個組織嘅註冊。咁特區政府咧呢個做法咧係恰當嘅。咁係所謂國家憲法，即係呢個咁樣嘅中共嘅憲法啦，咁樣。咁嗰樣嘢係唔撚關我哋事噶。咁但係佢就講到話佢觸犯咗法例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咁傳媒亦都向呢個律政司查詢啦。咁跟住然之後咧，最撚戇鳩嘅地方咧就係律政司回應喎。律政司回應嗰下嘢戇鳩喎。咁律政司點樣回應咧？
律政司就話咧佢回覆個報紙嘅時候就話，鼓吹香港獨立嘅行動咧違反基本法嘅相關條文，亦都唔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法律地位同埋整體利益。律政司咧會密切關注呢件事，而且咧會同相關嘅執法部門咧保持緊密嘅聯絡，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會採取合適嘅行動。觸犯咩基本法？佢話嘅條例咧就係基本法嘅第1條啦，同埋基本法嘅第12條嘅。基本法第1條。第1條咧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嘅部分。第12條咧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嘅地方嘅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係啦，咁樣咁攞咗呢2條出嚟啦，然之後就話咧佢冇開名啦，但係講緊個組織咧又或者係泛指一切啦，一切支持港獨嘅組織啦，咁樣咁其實我哋都支持嘅咁樣，咁但係香港民族黨就係以港獨為目標而成立啦。OK， 咁好啦，咁係針對住呢樣嘢就攞咗基本法嘅第1條啦，同埋第12條啦出嚟啦，就話觸犯基本法。好啦。咁喺原則上面嚟講咧，人民係冇辦法觸犯到基本法嘅。係你點樣觸犯基本法咧？基本法係憲法嚟嘅，憲法係俾個國家去嗰個精神去立佢嗰啲法律嗰啲啊嘛。即係香港人最多犯都係犯啲香港法例嘅啫。嚇，咪再講清楚少少。有邊個可以再講清楚少少？因為即係基本法唔叫做憲法啦，但係即係我哋會叫做小憲法啦。係。咁但係呢啲憲法，即係佢地位係等同於憲法，所以成日我哋都會講話香港有個權力咁樣。咁但係呢啲憲法係立出嚟係等即係有個精神去限制政府嘅權力啦。係啦。咁佢定明，咁佢定出政府嘅權力嘅運作嘅範圍啦。例如佢會定人係有基本嘅權利啊，好似美國嗰啲法例咁樣嗰啲。咁即係佢定完出嚟之後，咁跟住佢哋用呢個基本法呢樣嘢去立翻香港嘅法例。好多時去上訴去拗嗰條話嗰冇罪或者要修改個法例嘅時候，都話喂佢哋同我哋基本法有違背喎，咁樣去拗翻嚟嘅。所以最基本嘅原則啦，即係呢個又係教育大家嘅好機會啊！最基本嘅原則就係憲法係要嚟管政府嘅，憲法係管住政府嘅權力。呢個政府究竟有咩權限？政府喺佢嘅立法嘅權力上邊有啲乜嘢框架要跟隨，有啲乜嘢不可逾越嘅地方？憲法係要嚟管住個政府嘅權力嘅。你作為一個人民咧，你係冇辦法觸犯到冇辦法觸犯到個憲法嘅。咁當然啦，即係你會去質疑究竟基本法係唔係一個憲法啦咁樣。咁佢有一個等同於憲法嘅地位啦。喺呢一個咁樣嘅，如果你信奉一國兩制的話，呢一個咁樣嘅基本法亦都係標誌住一國兩制佢同中國呢一個咁樣嘅政權之間嘅權力關係啦、主權關係係如何啦。當然基本法本身佢有個問題就係佢本身就係含糊啦、千瘡百孔啦，入邊有好多漏洞嘅地方啦。咁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主張一定要去全民制憲，就係因為有2個原因。第一就係基本法本身有好多漏洞啦，第二樣嘢就係唔係基本法本身有好多漏洞啦，同埋基本法係容許呢一個咁樣嘅中共係任意去解釋啦，同埋去通過解釋嚟到任意修改啦。第二樣嘢就係佢並不得到香港嘅人嘅授權啦。咁就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我哋都係冇辦法可以觸犯到佢。我哋冇嘢可以觸犯到佢。人民有咩辦法可以觸犯到呢個憲法咧？就係你推翻嘅政權嘅啫。你推翻嘅政權咧，咁於是乎咧就嗰樣嘢咧就俾你就係唯一一個可能就係你會違反到佢同埋觸犯到佢，就因為你取代咗佢嗰個權力地位啊嘛。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佢係提出緊一個主張啫嘛，佢提出一個主張啫嘛。咁呢個就係言論嘅問題啦。好啦，言論可唔可以入罪咧？嗱，呢個情況咧，我哋又係。即係一個機會咧，去講講歷史啊！就係講講台灣嘅歷史啊！即係黨禁解禁之前咧，咁樣咧，咁亦都係大規模咁拘捕一啲咁樣嘅當其時有台獨主張嘅人士啦，亦都係打擊大量嘅台獨主張啊，同埋民進黨嘅即係民進黨早前嗰啲咁樣嘅元老級嘅人士啦，咁樣。咁當中喺台灣其中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咁樣嘅台獨嘅人物啦，咁樣就係呢個鄭南榕啦。鄭南榕咧就係佢本身係
主張台獨啦，推動台獨啦，亦都有呢個咁樣嘅出版呢個咁樣嘅雜誌啦、刊物啦。咁就係佢有呢個咁樣嘅自由時代週刊啦。咁啊有個雜誌社啦。咁當其時咧，佢就因為言論啦同埋各樣嘅行動啦，咁就以涉嫌咧呢個咁樣嘅叛亂罪名咧傳召出庭咁樣。咁跟住咧，但係咧鄭南榕咧當其時咧就認為咧，就算係一個台獨嘅主張，就算係一個台灣獨立嘅主張，國民黨都唔可以因此去拘捕佢，因為咧台獨嘅主張咧本身亦都係即係主張台獨呢一樣嘢咧，本身亦都係言論自由嘅一部分。係，因為佢係有權去有一個咁嘅言論自由去主張台獨嘅。咁所以咧，佢就係認為自己係無罪嘅，而佢認為自己無罪咧，佢不單止去做一個論説，去認為自己無罪，佢甚至乎咧係去拒絕被拘捕嘅。咁後來就發生咗個事件啦，就喺呢個89年嘅時候啦，咁呢個咁樣嘅台灣警察啦，就去拘捕呢個鄭南榕嘅時候啦，咁鄭南榕就將自己韞喺呢一個咁樣嘅雜誌社入邊啦，咁而強行攻堅要去拘捕佢嘅時候咧，鄭南榕因為唔願意俾呢個咁樣嘅台灣嘅亦即係國民黨咧嘅警察拘捕咧。於是乎咧，就喺自己嘅雜誌社嗰度咧就自焚。咁亦都因為呢個咁嘅事件，亦都引起咗一連串嘅迴響，亦都引起咗一連串嘅抗爭同埋其他人嘅自焚行動啦。咁所以佢就被認為係呢個咁嘅言論自由嘅殉道者啦，同埋呢個台灣嘅獨立建國之父啊。好啦，到今時今日啦，台灣獨立係台獨依然係一個爭取緊嘅議題啦。但係台獨係一個可以宣之於口嘅主張咯。喺香港嘅情況係同樣嘅。而家發生喺香港民族黨或者係學院，又或者係其他嘅論政團體嘅各樣嘅主張，就算佢攞住嗰個主張去參選都好，喂嗰個都係一個言論自由嚟噶嘛，嗰個都係一個主張嘅表達嚟噶嘛，你係冇任何法例可以告佢嘅喎。你冇法例觸犯到喎，律政司提出呢個咁嘅第1條同埋呢個第12條係要嚟管理嘅喎，係要嚟管理香港政府。即係特首唔可以自己真係獨立。係啊，同埋基本法係可以修改嘅喎，基本法係可以修改嘅喎。當你提出一個主張嘅時候，而家我哋提出一個民間提出一個主張嘅時候，喂，我哋認為香港要獨立，香港可以獨立咁樣。咁其中有一個獨立嘅方法，咪就係修改基。如果認為基本法第1條。基本法第1條第1條嘅條文係咩啊？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嘅部分。係啊，咁你要去令到嗰個政權去進行獨立嘅時候，亦即係話令到香港政府去進行獨立嘅時候，唔會違背咗呢個基本法，唔會違背咗呢個而家唯一信奉嘅憲法，咁咪改咗佢咯。咁咪改咗佢咯，好撚簡單啫嘛，係可以改嘅，係可以改嘅。咁要得到嘅係一個民意嘅授權啫嘛。好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你作為一個民間嘅組織，作為一個人民，作為一個香港人，你主張港獨喺現行嘅法例入邊，嗰個只係一個言論同埋主張。就算佢帶住呢個主張、帶住呢個言論去參選都好，佢係冇觸犯到任何嘅法例嘅喎，冇觸犯到任何嘅法例嘅喎。咁你可以點樣去密切關注咧？呢個律政司，我真係唔撚明啦，我真係唔撚明啦。即係你而家唯一嘅一個出路就係點樣咧？你要去控告一個咁樣嘅港獨嘅主張，一個港獨嘅言論，你只有一個方法嘅啫嘛，就係23條立法咯。你23條立法，你就可以告佢呢個咁樣嘅顛覆國家。咁但係你要23條立咗法先喎，你23條唔立法嘅情況底下，你係冇任何嘢可以告到佢喎。咁一係為咗去解決呢個問題，又或者你咁撚關注，咁一係就立咗23條先啦，就立23條啦。係。一係就而家立23條啦，喂咁就好好啦，咁就好好啦，咁你就推進緊，咁你就會真正地去見到香港嘅人民點樣可以具體地觸犯到呢個基本法啦，具體地觸犯到憲法啦。咪你要思考一個問題咯，喺最和平嗰個年代都有50萬人上街啦。好啦，你而家去立呢個咁嘅基本法，唔係你要立呢個咁嘅23條，為23條立法咁樣，咁喂無論任何嘅。唔好理佢乜派咪派啦，咩派都好啊，咁你都要發起行動噶啦。咁當然你可以想像到噶啦。咁泛民主派，我覺得即係我哋而家由沙盤推演啦。假設如果佢要忽然之間要推動立呢個咁樣嘅23條嘅話，好啦，咁當然本土派嘅反應就最大啦，係咪先？咁因為我哋實觸犯晒噶嘛，係咪先？陳雲都幾本書啦，係咪？係嘛？
個黨糧都捉飯啦，可能係咪？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咁啊大家好大反應啦，咁有唔同嘅行動啦，咁樣。咁我話俾大家聽啦，我哋就唔會搞任何行動嘅，我哋就唔會搞任何行動嘅，我哋就等一啲泛民主派咧就發起大遊行。係啊，咁樣咧我哋就唔會出聲住嘅，就等啲鳩行。係唔會鬧佢，即係當然會有人鬧佢啦，因為佢會發起大遊行啦。咁跟住咧，亦都為免搞事啦，俾中共有藉口派解放軍落嚟啦。咁佢亦都會喺大遊行之前咧就講明嗰啲和平守則啦，絕對唔準蒙面啊，絕對唔準掟嘢啊，絕對唔準做任何乜嗰啲嘢。咁我都會有其他嘅網民啊、本土組織啊就會屌鳩佢哋啦。咁我哋咧就會好撚奇怪地唔撚出聲，乜撚嘢都唔講咁樣。咁但係去到大遊行當日咧，你就會發覺咧。假設我哋只係見到有幾十萬人梗有嘅，我覺得23條立法，咁你就會見到有幾萬人就蒙撚晒面嘅咁樣，咁就邁向建國㗎啦，咁但係又會有人問呢個問題啦，咁樣，你冇槍冇炮喎，都係有咯喺警察度，咁啊係啦，即係你承唔承擔到咯？你承唔承擔到呢一樣嘢咯？咁呢一個就係嗰個港獨嗰個輿論嘅威力啦，港獨嘅輿論嘅威力咯。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啦，即係你係完全冇辦法可以去阻擋到呢個港獨嘅言論，因為呢個唔係呢個已經唔係一個少數人嘅議題啦嘛，呢個唔係一個少數嘅命題啦嘛。我哋推動緊，我哋葉普成啦，推動緊呢一個咁樣嘅5區公投全民制憲，嗰個已經係嗰個溫和主張嘅最極限嘅界線嚟㗎啦，最極限嘅界線嚟㗎啦。因為呢個係所有嚟緊9月立法會選舉所有嘅人都要面對嘅問題嚟㗎嘛。呢個係一個具體嘅操作，同埋呢個係一個喺現行嘅法規同埋現行嘅市民支持嘅接受嘅範圍入邊嘅一個最大嘅公因數，同埋一個最極致嘅一個位置嚟嘅。好啦，咁如果你要去其他本土組織啦，要去超越呢一個咁樣嘅論述同埋綱領，你唯一嘅選擇就係港獨嘅啫。咁所以我可以話俾大家聽，香港民族黨唔會係唯一一個提倡港獨嘅組織嚟嘅。因為佢冇出路㗎，其他組織如果你要喺呢一個咁樣嘅嚟緊嘅選舉政治或者往後嘅政治路途上邊，去取得一個更大嘅主動權同埋一個更積極嘅面向嘅話，你只能夠喺呢個方向着墨㗎啫，所以一定係會越嚟越多㗎，所以係一定會越嚟越多㗎，所以冇辦法可以阻止到呢個言論㗎啦。呢個言論無論係一啲論證組織啦，或者係一啲論證平台啦，或者政治評論人啦，甚至乎係一啲政治現職做緊嘅政治工作人啦，都係一個無可迴避嘅問題嚟㗎。港獨嘅議題係嚟緊係一定會喺立法會入邊都出現㗎啦，係一定會發生㗎啦。咁你可以點樣面對咧？你除咗立23條係冇辦法面對佢㗎，你冇辦法㗎。咁於是乎係咪就會立23條咧？你又做唔到啊！你又做唔到啊！如果你要做嘅話，咁咪大家晒冷咯，係咪？但係當然佢有另一個出路啦，你唯要去解決呢個問題嘅，你咪正等於我之前做呢一個咁樣嘅公投制憲運動嗰個咁樣嘅熱血龍中隊嗰個沙盤推演，你點樣可以平息呢件事？你唯有喺一個成個社會形勢上邊，去令到港獨嘅議題不再熾熱咯。你有咩辦法可以令到港獨議題不再熾熱啫？你咪有另一個更大、更加能夠取得社會最大公因數嘅一個政治嘅議題，去吸引佢哋關注落去咯。咁嗰個係乜嘢啫？嗰個咪就係普選嘅議題咯。其實你而家喺度發爛渣，喺度話我屌好撚違法㗎，係啊，嗰啲樣唔撚得㗎，你冇得告㗎嘛，嗰個言論嚟啫嘛，嗰個主張嚟啫嘛，係咪先？你講佢講啫嘛，佢冇付諸實質嘅行動，佢冇所謂實質行動嘅意思就係話佢冇付諸一啲暴力嘅一啲咁樣嘅舉措，佢係冇辦法觸犯嘅法律㗎嘛，而且佢如果有暴力嘅舉措嘅時候，佢都係觸犯其他法律啫嘛。你冇辦法去搞到佢㗎，而且我話俾你聽，香港民族黨一定唔係唯一一個，學院亦都一定唔係唯一一個。嚟緊關於港獨嘅論説，一定會或者論港獨嘅主張，一定會雨後春筍咁樣出現。你係冇辦法去阻止佢㗎。你諗住用強硬手段，你現行根本就冇咁樣嘅手段。
如果你要做，你就要冒一個極大嘅風險，就係23條立法。而且你而家要做23條立法咧，亦都或者你而家去倡議或者去鼓動就係話嗱，再係咁樣講落去嘅話咧，就23條立法㗎啦。咁你就會令到咧，我哋嚟緊推動緊嘅5區公投全民制憲咧，就一定成功。我話俾你聽，更加順暢添，係一定成功。我而家已經有信心攞5席㗎啦，我而家已經有信心攞5席啦。你而家稍為試下放風。你稍為試下放風，或如果要面對港獨嘅問題，唯有23條立法。我話俾你聽，9月我每條名單攞2席，可以預計到㗎。我而家喺街頭就已經宣傳啦，我而家落街就已經宣傳啦。點解要修改基本法啫？其中嘅最主要就因為23條。03年50萬人上街，阻咗個23條立法，但係被動嘅。點解我哋唔主動掹走佢咧？大家覺得好撚遙遠。你試下講一講啊！你試下講一講啊！我喺街頭講嘅嘢全部成真。每條名單攞2席，太撚多啦！屌你老味，咁我就麻煩啦。揾唔到10個人嘅。唔係10個人有，我每條名單梗係多於一個人啦。我麻煩嘅地方就係到時輿論就會講話，不如黃仁達你名單第2個嗰個入咗去辭職，你唔好辭啦。咁我咪要做4年。我嗰下嘢我搞嘛，你明唔明啊？你唔好搞鳩到我啊！我唔想做咁耐啊！梗係諗呢樣嘢。唔係呢個，我想講成個環境對我哋嚟講真係形勢大好，真係形勢大好。屌你老味，正等於我之前嘅沙盤推演。但係如果大家聽翻嗰集，我今日會出個文字版本添。正等於我之前做嗰個沙盤推演，講得好撚簡單㗎啦。你香港要有普選係嘛？正等於之前我做嗰個爭取普選港獨攻略。你要有普選，一定要有港獨嘅議題，因為你解決唔到㗎。你解決唔到嗰個港獨議題㗎，你告佢又告佢唔撚到，同埋喺咁嘅社會環境入邊，佢一定越炒越熾熱嘅，越嚟越升溫㗎。點解唔可能啫？點解唔可能啫？等於學院之前接受訪問講嘅，而家你話唔得，未必30年後唔得。同埋我覺得而家都未必唔得。點解唔得啊？你試下立23條，可能即刻就得，可能即刻就得，係咪？同埋你喺成個形勢入邊喺呢一個咁樣嘅。呢一個咁樣嘅成個而家嗰個政治光譜入邊，有咗港獨之後咧，對我哋係最有利嘅，對我哋係最有利嘅，因為有咗港獨之後，屌你，我哋咪變咗中間派咯，我哋咪變咗中間派，溫和咯，係咪？咁選舉晒落翻去中間派喺度㗎，咁又攞我哋呼籲香港人一齊嚟傾。係啊，咁跟住落晒嚟我哋度，中間路線但係落晒嚟我哋度咧，對你嚟講又係惡搞喎，因為我哋有具體操作喎，我哋有個5區公投全民制憲具體操作喎。咁如果啲票落晒嚟我哋度，咁跟住然之後，我又會實行到呢個，我又會有更大嘅民意授權去推動呢個5區公投啦。咁5區公投又會得到更大嘅支持啦。咁然之後到時你又係要修憲嘅喎，你又係要修改基本法嘅喎。你而家話違反第1條，違反12條，到我推動到呢個5區公投全民制憲嘅時候，我有一個龐大嘅民意授權喺度，你到時候係面對同樣嘅壓力嘅啫喎。我就會主張刪咗呢個第1條佢咯，或者改咗第1條佢咯。好啦，咁你點樣去面對咧？你點樣去面對咧？你得2個方法去面對嘅啫嘛。無論你係而家急住去打，或者係拖住，你都要面對呢個問題㗎。你唔通你打得死而家嗰啲宣揚港獨嗰啲組織咩？你冇咁嘅工具去打。好啦。你嘗試去貶斥佢或者係壓制佢，你越壓制就越壯大。港獨嘅議題越熾熱，我哋呢個咁樣嘅公投制憲得到嘅支持就越多。咁於是乎，你嚟緊都係要面對呢個問題㗎。我哋得到公投制憲得到嘅支持越多，你修憲嘅聲音就越大。修憲聲音越大，得到公投制憲得到嘅支持越大，你面對嘅民意壓力就越巨大。咁你到時就得2條出路嘅啫。第一，你就係成立23條，為23條立法。你為23條立法，然之後就可以禁制言論啦。因為你而家面對緊嘅一個就係一個獨立嘅思潮，浩浩湯湯。你已經係順佢者昌，逆佢者亡㗎啦，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啦。咁你點樣呢？你用一個最橫蠻粗暴嘅手段，就係為23條立法，禁止有呢種思潮，禁止有呢種言論。咁你要面對嘅一個風險，就係你面臨一個即時要面對一個動盪環境嘅風險。你承唔承受得起啊？你要諗下喎，你中共要諗喎，即係你香港可以唔諗啊，你中共要諗喎。你老尾你而家
冇乜特別嘢嘅情況底下，你已經收到呢個習近平辭職公開信咯喎。係。跟住然之後，啱啱又有咩百幾個共產黨員啦，又要求呢個咁嘅習近平啊退落嚟咯喎。跟住你一帶一路已經係子虛烏有㗎咯喎，而家。你而家一帶一路佢帶撚咗去邊度啊？冇撚咗咁滯㗎咯喎，係咪？你承唔承受到呢個動盪咧？你點樣去承受呢個動盪咧？好啦，你唔係咁樣做，你能夠做嘅嘢可以做咩？你可以做嘅嘢可以做咩？你得一條路做嘅啫，你只有一條路做嘅啫。你真係要去消滅呢個思潮。你立法去禁止個思潮，係冇辦法禁止到個思潮噶嘛？嗰個思潮點樣都係存在噶嘛？思潮呢一樣嘢 ，idea 呢一樣嘢就如病毒一樣，你係冇辦法，佢當佢感染咗、散播出嚟嘅時候，你係冇辦法可以抑止佢嘅。係你點樣可以去令到呢個思潮唔好再擴散呢？你點樣可以令到呢個言論呢個咁嘅輿論唔好再擴散呢？你只有就係導引佢去另一個方向。咁有咩可以導引到大家另一個方向咧？咪就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咯。你揾另一個最大公因數出嚟咯。重啟政改。你咪重啟政改咯，你咪掉普選出嚟咯，一人一票選特首咯，俾埋個公民提名佢咯。咁跟住，但係你又點樣做到咧？你又點樣做到咧？都係要改基本法。你又係修改基本法，點撚樣計我都係贏。計邊個位我都贏。屌你！你而家明白我點解係香港優吉爾？你明？冇撚講錯啊！屌你老味，你明唔明啫？你搞唔撚到㗎，你搞唔撚到㗎，你講乜撚嘢都冇用㗎。好啦，譬如陳曼琪話可以用呢一個咁樣嘅煽動罪去告鳩嗰啲港獨組織嗰啲咁樣，點告咧？你講條煽動講嗰兩條係講邊兩條啊？佢話刑事罪行條例嘅第9條同第10條。咁第9條咧就係佢其實係用講英女王嘅，引起憎恨或者藐視英女王本人，即係同埋佢嗰個世襲，即係佢個家族啦咁樣。又或者咧係激起反對其離叛，又或者係藐視激起引起香港引起對香港司法嘅憎恨、藐視或者激起對其離叛，又或者引起女王陛下嘅子民。死火啦！引起女王陛下子民間或者香港民間嘅不滿或者撥離叛咁樣，即係意思都係煽動啲人話反離叛咯，唔知佢離叛嘅意思係點樣？又或者引起或者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嘅民間惡意同埋敵意，同埋煽動他人使用暴力，又或者咧係縱使他人不守法或者不服從合法嘅命令。係啦，咁樣咁，但係冇噶嘛，其實，因為你煽動罪，你要煽動一種行動啊嘛，佢而家冇煽動一種行動啊，佢冇誘使他人去使用暴力啊，冇誘使他人去不守法或者不服從呢個咁樣嘅合法嘅命令啊，佢唯一能夠用到咧就係關於英女王嘅條款，你而家讀咗一次啦嘛，你而家再讀一次啦，可唔可以順流咁讀啊？你淨係讀關於英女王嘅條款，引起憎恨或者藐視女王陛下本人。係啦。其世襲繼承人或者其繼承人、其他繼承人，或者係香港政府，或者女王陛下嘅領土其他部分嘅政府，或者係依法成立而受女王陛下保護嘅領域嘅政府，或者激起對其撥離叛。係啦，仲有咧 B 啊，或者 B 咧就係激起女王陛下子民或者香港居民企圖不從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係啦，你唯一可以用到咧，可能用到咧，就係用呢兩條告啦。但係你用呢兩條告咧，基本上咧就同成立23條差唔撚多嘅。呢個係一個完全係以言入罪嘅一個咁樣嘅方向去做。咁當然啦，你可以用呢啲莫須有嘅罪名去告。嗱，即係。喺原則上面嚟講，你其實你只有23條立法，你先至能夠對呢啲咁嘅港獨嘅言論或者港獨嘅思潮作出控訴。但係當然，其實我都講過啦，香港有其他嘅莫須有罪行嘅。其實你可以忽然之間揾個香港民族黨人告佢遊蕩都得。你求其喺街度見到佢，你遊蕩，屌你咁樣判佢坐監咁樣，你咁樣都得。但係你咁樣做係解決唔到件事嘅，因為正等於我頭先所講，佢一定唔係唯一一個會提出呢個綱領。提出呢個主張嘅政治組織，肯定，一定會係雨後春筍咁撚多。同埋你諗下啦，因為你冇相關嘅法規，冇相關嘅法例，而只不過係因為港澳辦話咗，喂咁呢個係違法嘅咁樣，違乜撚嘢法？
為乜撚化？咁你律政司又白痴又回應佢喎，你律政司又白痴又回應佢，又係違法，我哋會跟進嗰啲咁樣。如果你咁嘅壓力嘅情況底下，你要頒布到，你要引用到呢啲咁嘅古老嘅條例，佢老母仲係寫緊英女王嘅。喂，你係成個香港嘅憲政嘅，你係成個法治同埋憲政嘅地位都受到挑戰㗎嘛，大佬。你今時今日仲攞翻一個，其實你主權移交之後佢係可以咁樣，佢係可以將原有嘅一啲關於英女王嘅字眼嘅條款就改咗變成咗呢個宗主國一樣咁嘅看待。咁但係其實係 fit in 唔到噶嘛。嗰個字眼係英女王及其家屬啊嘛，共產黨及其家屬係乜嘢咧？所以你叫習近平下台咪俾人拉嗰啲人？共產黨嘅家屬係乜嘢咧？共產黨嘅老婆係邊個咧？喺晒美國。共產黨嘅仔係邊個咧？係啊。共產黨嘅仔係咪工聯會啊？俄羅斯嘅民建聯係咪？共產黨嘅子女係咪工聯會民建聯咧？係咪先？係啊，契仔係邊個咧？契仔係咪就係謝偉俊？中聯辦咁樣。你呢個係你無論用邊個方法去做，你無論用邊個方法去做，你都係會搞到你香港係更加不倫不類。你係搞到令到全世界，包括香港人，係越嚟越覺得香港係冇法治。因為你而家可以管治到嗰個社會，係唔係因為你估真係因為你有槍啊？你之所以管治到個社會，個社會之所以可以繼續運作緊，係因為有好多潛在嘅規則，同埋一啲大家嘅信賴嘅程序啦，信賴其實係因為信仰。嗰啲信仰唔係講緊宗教信仰，而係我哋覺得就係話，有啲嘢，呢啲嘢政府會搞㗎啦，呢啲嘢警察會搞㗎啦，係唔會嘅，咁呢件事唔會發生嘅。如果發生，仲邊有王法啦？亦即係話，我哋信奉咗一套潛藏嘅社會規則，係嗰個社會機器喺度，係咁樣利用一個咁樣嘅大家嘅信賴、信服。或者係對於權威嘅臣服而足以喺度運作緊，但係當你越嚟越唔講規矩，越嚟越唔講道理嘅時候，大家就越嚟越唔講規矩，大家就越嚟越唔講道理㗎啦。而嗰件事唔係針對你嘅，嗰件事唔係針對你嘅，嗰件事可能只不過針對偷下嘢啊，針對下泊車啊，針對下社會上面嘅各類嘅安排。呢樣嘢，當你嗰個權威嗰個威信同埋嗰個法治精神唔再存在，法治精神你唔好以為講到好撚崇高嘅嘢，法治精神其實係講緊一個即係講緊個精神嘅。精神其實係一種文化嘅價值嚟嘅，嗰種文化價值遍及內就令到大家個行為模式就會依循嗰樣嘢。如果嗰樣嘢破滅咗嘅話，咁啊即係大家冇咗個習慣，冇咗個文化，咁啊大家唔認為我嘅行為需要受到某種嘅譴責或者規範咯。咁個社會係管治唔到噶啦，個社會係管治唔到噶啦。咁你點撚樣算咧？你點樣算咧？你影響到係乜嘢咧？當個社會亂，嗰個社會亂唔一定係講緊嗰啲叫做反對派抗爭啊，或者係好多上街啊，或者掉你啊，或者各樣嗰啲嘢，唔係啊，唔係講緊呢啲嘢啊，而係講緊個社會越嚟越亂啊！嗰種亂未必係針對政府嗰種亂啊，嗰種亂可能係有更多水泥有條屍喺入邊嗰種咁嘅亂啊，係啊！度每個單位都長相廝守啊，咁樣個長字。咁你會影響到佢係乜嘢咧？會影響到佢係乜嘢咧？咪就係你成個經濟發展唔到咯，你成個社會冇辦法可以穩健咁運作咯。咁跟住之後樓價咪跌咯，咁樓價跌跟住咪共產黨啲錢又冇撚咗咯。係。咁你最後咪大家都係攬炒啫嘛。你最後大家都係攬炒啫嘛。而攬炒承受唔到嘅係共產黨啊嘛。而唔係我哋啊嘛，因為我哋已經有好多嘢承受唔到啦，點解做你係咪？傷咗好耐啦。所以同埋喺呢個，同埋我再講一次好啦，再扣有一個更加現實嘅環境啦，就係你害怕嗰樣嘢，你害怕9月嗰個立法會選舉會有好多咁樣嘅，即係如果有咁多咁樣嘅港獨嘅聲音，或者係推向港獨嘅聲音得以當選啊，或者係已經有大規模咁進身議會啊，咁會出現咩情況咧？咁你咪不斷咁打壓咯。你越打壓，我哋得到嘅支持同埋選票係只會越多嘅啫。如果你去攞呢啲咁樣嘅，譬如舉例啦，好似陳曼琪咁講啦，你如果攞呢啲咁樣嘅煽動罪走去告民族黨嗰啲咁樣 ，OK？ 你再去告民族黨，喂，屌，咁啊真係大撚鑊，我話俾你聽，咁我真係大撚鑊。因為公投制憲運動
每張名單攞3隻，我唔撚知點算。我哋要排。唔係因為我有啲名單得2個人嘅，排唔到3個，多得滯嘥咗啲票啦。咁我就變咗嘥咗啲票。係啦，屌，咁我就對唔住雷動計劃。唔係因為原本我唔會有嘥咗票嗰個問題㗎嘛。因為預你得幾千票嘅啫嘛。唔係啊，我都預我每區都會攞到，我每區都會攞到。咁但係唔會攞太多，即係唔會攞到好似公民黨嗰啲唔會好似公民黨喺嘥咗3萬幾票新西嗰啲攞7萬幾票嗰啲，我唔會去到咁樣嘅地步噶嘛。喂，但係如果你咁樣嗰個，我分分鐘屌你3隻每區嗰啲名單8、9萬票，咁我如果排唔夠人嘅話，咁我嘥咗啲票，對唔住選民啊！我會覺得係啦，咁我又會過意唔去啊嘛。咁我唔通每條隊？唔通我為咗慎防你哋共產黨白痴，我每條隊排5個人落去咩？嗰張海報又唔夠位啊嘛，嗰個又去到設計嗰個問題啊嘛，唔靚啊嘛，拗晒頭啫。係咪啊？我好撚多嘢考慮嘅，你明唔明？我諗啲嘢好撚具體㗎，屌你老味！你一張名單2、3個人就最多㗎啦，嗰個設計嘅問題啊，我唔可以排4、5個人喺度㗎嘛，我好撚戰隊啊嘛，好撚難搞㗎，嗰個文宣嗰個張相咧，得 A5 size 咁大，係唔好睇啊嘛，你明唔明啊？唔好睇啊嘛，同埋我要做一個5區嘅大合照，屌你諗乜幾十個人係嘛？好醜怪啊！25個人 design 唔靚啊嘛，屌你做咩？你知我幾撚緊張個設計啊？係咪先？好撚麻煩㗎嘛，係咪先？同埋你都搞到人哋啊！你搞到人哋啊！人哋報道嗰啲候選名單公平原則嗰啲咁嘅，其他候選人報撚死佢啊嘛！報撚死佢啊嘛！咁多個名啊，不過唔使報晒喎，淨係講嗰個咩名單唔使報晒咁多個名。咁所以就係你而家明白嗰樣嘢，你而家明白嗰樣嘢就係無論係23條立法啦，或者係用煽動罪告啊。全部都係唔撚 work 㗎，唔撚通㗎，冇得可能。同埋律政司係冇可能講得出呢啲咁嘅嘢㗎。你點可能話一個民間組織、一個政黨、一個政團係觸犯憲法嘅？啲白痴嘅咩？咁呢個當然亦都係好好嘅機會啦。呢個亦都好好機會啦。對於我哋本土派嚟到講，乜嘢嘅本土派都好，所有本土派嚟到講，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機會，向呢個咁樣嘅民眾大眾去解釋呢一個何謂憲政。哇，做咗30分鐘啊，好長。但係我想喺呢度咧，我好欣賞香港民族黨關於呢一件事嗰個律政司個講法個回應。你哋有冇嗰個回應喺度？有啊。我哋讀一次，我哋最後喺呢度，我哋最後其實講得好清楚。我哋最後讀一次香港民族黨對於呢件事嘅回應。對於共產殖民政府同埋中國政府黨官稱我黨，對於港共殖民政府及中國政府黨官稱我黨咧，即係香港民族黨咧，違反基本法咧，我黨咧亦即係香港民族黨咧，有以下嘅回應。第一，基本法乃未經香港公民授權之惡法，於香港沒有認受性。第二，憲法乃定明政府權力及架構，保障公民之政治民告，指責公民違反憲法，不但荒誕，更凸顯港共殖民政府心虛，足證港共殖民政府非港人代表之事實。第三，對於律政司稱我黨，亦即係香港民族黨啦，或因主張香港獨立而負上刑事責任，我黨認為此等說法實屬荒謬，因為在任何一個21世紀文明的普通法憲制中，一旦有人因言論而被控告分裂國家、叛國或煽動叛國之類的罪行，必然會引起根本的憲政及政治危機。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如獨裁政權一意孤行，我黨樂意成就此危機的出現，並表明將無懼惡法奉陪到底，與港人一起推動香港獨立。第四，憲法應為公民集體意志之反映，並可隨公民社會改變而修訂。中國政府強加極權意志於香港人之上，又剝奪香港公民及其代表修憲權力，更見基本法之殘缺及香港人制定香港憲法之必要。香港民族黨將堅持民族自強、香港獨立之理念，推動香港脫離中國殖民統治，建成香港共和國。OK， 好啦，嗱。香港係咪要成立共和國呢？呢個係因為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咁樣，因為係
我哋嗰個主張係點樣咧？我哋推動譬如之前都有記者問我哋，究竟我哋係咩派咧咁樣？我自己認為咧，就你作為一個咩派咧，係俾外界同埋後世嘅定義嘅。咁但係咧，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大家聽，無論咩黨咩派都好，公投自決全民制憲係必然係一個咁樣嘅香港本土派嘅最大公因素嚟。因為譬如首先就香港民族黨嘅回應好清晰啦。冇可能會違反呢個咁樣嘅人民啊！冇即係香港人本身係冇可能違反憲法啦。而且呢個所謂嘅小憲法，呢個咁嘅基本法未得民意授權啦。咁同埋如果佢夾硬要去告嘅，無論係你推動23條立法也好啦，無論係用頭先陳曼琪嗰啲白痴煽動罪也好啦，你必然會帶嚟一個憲政危機。咁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suffer嘅一定係港共政權。suffer 嘅一定係中國共產黨。咁好啦，咁香港民族黨推動嘅嘢就係要成立呢個咁樣嘅香港共和國啦。我哋熱血公民都係推動緊呢個香港建國文化建國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城邦派咧，陳雲咧，亦都係推動咧要呢個咁樣嘅城邦建國。咁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嗰個所謂嗰個政體真係做到呢個咁嘅獨立分離之後嗰個構成嘅形態。因為其實嗰件事係有分嘢嘅，係可以有分嘢嘅，因為佢係咪成為一個香港共和國咧？佢可以成為香港帝國嘅，其實佢可以成為佢亦都可以成為呢一個咁樣嘅，譬如陳雲 propose 嘅呢個咁樣嘅係一個咁樣嘅華夏政體之間嘅一個邦聯啦咁樣。咁但係無論邊條出路都好咧，我哋主張緊嘅係香港人自公投自決、全民制憲，因為無論你成為一個點樣形態嘅政體咧，你必然會通過呢個路徑，亦都要去實踐呢個直接民主，以得以去實踐嗰個實現政體嗰個主權在民嘅精神嘅。咁所以係對於而家香港民族黨啦，或者其他將會出現或者本身已經存在主張香港獨立又或者係包括學院啊呢啲咁樣嘅論證嘅組織啊，同埋一啲咁樣嘅政黨咧，佢哋去而家面對所有嘅咁樣嘅打壓啊，或者係呢啲咁嘅攻擊咧，我哋都係全力去支援嘅。我哋都係全力去支援嘅，而且喺全力支援嘅情況底下咧，對於我哋成個運動嘅推動，無論係香港建國啦、建立共和國也好啦、建立呢個華夏邦聯也好啦，喺而家呢個咁嘅環境底下，甚至乎有人主張歸英獨立都好啦，其實對我哋整個運動嘅推進都係有幫助，都係有幫助。所以去到呢一節最後，我能夠講嘅嘢就係4個字：形勢大好。休息一陣。